来看去年9月，屏东民用工厂火烧，造成4个消防员殉职。外界呼吁讲，应该爱修法来强化消防员的职业安全。立法院今仔三读通过消防法部分条文的修正案，规定讲工厂化学品的仓库有一定规模的实验室等场所，只要发生火灾，必须爱派专人去现场协助救灾，违法携带重罚1000万。 今天消防法顺利3读，但我也必须提醒，这只是公务员职安保障的第一步。包含本次迄今已经历经了14次的修正，不到3年就修正一次，也显见消防安全长久以来一直都被很关心的议题。 消防法部分条文正式修正通过了，除了规定讲闹火灾，管理权人就要派人去现场协助。另外一项修法的重点嘛规定讲管理权人也就是厂商，若无落实消防的自主管理，有人死伤的话，相当适当判7档的有期徒刑。